今日係嚟到廣州花園酒店3樓嘅中菜廳，呢間中菜廳名叫桃源館。一入到門口呢，就見到兩邊嘅壁畫係《三國演義》嘅桃園結義。酒店嘅夜景唔錯㗎，咁面向呢廣州環市東嘅市中心。喺繁華中呢，就帶點一點恬靜嘅，好適合一家大細啦，同埋情侶嚟進餐嘅。酒店嘅食物質素都好高，尤其是呢有一道菜呢，就係吉拉多生蠔配百香果珍珠，佢仲有呢係用個杯呢，有個冰杯去冰鎮嘅，咁變咗個生蠔係非常之新鮮嘅。另外一碟就係燕窩番茄啦，我都好推介嘅。之後呢，就有一個呢，就係比目魚啦，我都非常之欣賞，因為個比目魚嘅質感好高。另外一碟我比較推介呢，就係黑松露叉燒啦。至於香芒片皮鴨呢，我極力推介嘅，因為佢咬入去呢，係完全唔覺得佢油膩嘅。順便講埋啦，最近呢間中菜館呢就推出一個叫桃源之夜任點任食嘅套餐，每位呢就係268蚊人民幣嘅。咁另外呢就有10% 啦，即係加1嘅服務費嘅。